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初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蔡英文总统今日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牛肉，唔是交换声，是考虑经济方面配合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嘉义县大林镇长讲要甲镇内一片有外国劳工咧住的社区全面性检验病毒，不过县府是讲这法律无根据。7月普渡金纸工厂赶工煞引起污染，台中5车草南里的民权中牌水流甲倒甲规片红。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日佫新增加2个对台湾出境去到外国所验到新带武汉肺炎病毒的民众，但咱国内疫情的调查也开始伫咧进行当中。另外，也佫新增加1宗带病入境的患者，迄是40多岁印尼的查甫船员。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2位的从台湾出境到越南跟日本。验出2个阳性的这无症状的个案。好，那我们国内的治疫调，但目前积极在进行中。那另外我们再有1个个案是在我们国内新增1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好，那为印尼籍的船员，他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登机前有阴性的检验报告。那入境迄今事无症状，原定于9月2日出境，那所以8月31日由公司安排专车到医院去自费采检阳性，那目前在住院诊疗中。那他相关的接触者，我们掌握35人。蔡英文总统过去咧开放美国猪肉甲牛肉的时阵，在野党甲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拢已经质问讲，当是去甲人换声会倒转来。早起，蔡总统佫特别表示，绝对无所谓交换的讲法，这是徛伫咧经济利益考虑未来全面性国家战略的目标，才会去开放。也绝对会尽上介大的力量来保护国民的健康。没有所谓的交换说了哈，那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符合未来我们总体的战略的目标，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啊，这个国际的经济的情势是在变化当中啊，那结构也发生改变，那这个供应链呢也会发生重组，那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展现出来哈，我们处理经贸问题的能量跟我们的决心啊，这将是有助于我们跟各国的合作啊，那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全球的经济里面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伫咧饲的时阵有用到正肉种的美国猪肉，对健康到底敢有风险？但有医护人员讲，卫生福利部下底医疗机构管理会这个团体有甲病院施压力，讲着爱讲我政府的话。不过，也有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医师讲，发表文章只是提供科学证据给人民参考，绝对无人来施压力。卫福部轄下部立病院最近伫咧官方面册内容，拢是美猪莱克多巴胺的相关议题。其中台南病院面册典管阁特别打出，根据日本澳洲食品添加物专委会评估，强调大人每1公斤的体重，莱克多巴胺每1日的安全摄取量是1 BQ， 佮讲逐工食一世人嘛是安全。或者是台中病院的面册嘛强调讲，莱克多巴胺大人每1工会当容许量进磅是60 BQ， 算算咧逐工爱食10大斤的肉才会超过进磅。这寡面册信息去互外界质疑。根本就是你体检出来背书，甚至是有医护人员表消息讲，卫福部医学会压迫部内病院，要求发布这类的信息。我先声明，没有所谓的施压，也没有什么逼，也没有背书这些问题。那我们总是会传达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的医院，就是像卫教宣导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这样子。我们连内容也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嘛。卫福部台北病院内科医师罗德勇表示，并无什么卫福部的压迫，伊讲伊敢若相信科学证据。本来就可以吃啊！我在美国住那么久，我大学也在美国住啊，都吃到不亦乐乎。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已经在食用这些猪肉的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类似的公共卫生证据。
找证据。好，没有不讲别的。毋过嘛，医师表示，莱克多巴胺对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即寡有心血管疾病、高敏感族群，还佫有心的人等等，风险是较悬，袂当以正常人每一天的安全摄取量的标准来食。若是即寡信息嘛，应该伫即寡卫教顶管公布出来。每日最大安全摄取量是每人每公斤体重是1微克，可是这只是指一般的正常人。可是如果说我本身是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就是干脆就是劝你都不要吃。卫福部轄下的保利病院替政策背书，强调食米滴若是无过量，就无安全的几率。毋过医师也是强调讲，北来食的有莱克多巴胺的量会更较悬，敏感族群上好是毋通食。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农委会是再三强调讲，市民无论是散卖、加工的，还是现煮的猪肉，拢会强制要求都要写明产地。啊，毋过早起国民党也搁再跳出来讲，若是人调工甲本产的猪肉含这回开放的美国猪原料揽做伙，就去制作肉干、灌肠种种，敢就有法度提防呢？政府口口声声说可以透过标示来管，这个是谎言，也是谎话。卫福部他没有帮国人食安把关，反而变成是瘦肉精美猪的代言人，全力的护航。国民党表示，过去食品安全的出问题，拢是生产的时用俗货落去套滥，才会互消费者食无。但即阵有不少的业者同款出这种卡手，用美国猪淋落去做肉干、水饺，还是烟钱种种，就会引起产品成分不明的问题。啊，国民党也招募民众正人做伙写批寄去农委会抗议这回开放。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仲主任委员近来确实是一再强调讲，政府会整上100亿的产业基金出来提高饲猪产业的竞争力。啊，若分配的细节下礼拜都会发表。不过陈主任嘛讲，网络顶头一直有风声，法律会改落去变做台湾也通用正肉整饲猪，那这是绝对无影，望民众唔通误听谣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连续2天早起上公布节目说明政策。针对农委会8月28日个要修正动物用药品管理法，新增加互猪会当使用莱克多巴胺，一直有传言指出，这代表国内买解禁。主委陈吉仲回回讲，绝对袂合法药证，若是有无实在报道，影响到市场交易的特殊，就会依法上办，会当罚6万至30万。如果严重违反相关规定，我们会用市场的交易法来处理。蔡政府按算投入100多亿，成立饲猪产业基金。主委陈吉仲前一天讲，无排除要阁增加100亿，也若今仔日是讲有需要才阁增加。不过100亿的基金财源要为倒位来，安怎分配？有路的部分要等后礼拜说明。嘛有媒体质疑讲，要动用100多亿的基金，煞无经过立法院审查，敢会有违法的疑虑？所有的这一个100亿基金的部分，不是今年就直接拿100亿，那就把100亿花掉。未来如果我们的基金里面透过农损来补足这个100亿，有超过一定金额的，也都要送立法院来备查，甚至来送立法院审查。农委会初步规划100多亿的基金，按算要补助冷链或者是减少水污染等等相关的设施，讲是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不过媒体质疑讲，部分补贴的项目是猪农本身爱家己投入的成本，政府予因补助，敢是对纳税变成无公平？针对这点，主委陈吉仲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估计到新历9月初6，全世界武汉肺炎染病人数都会超过2700万人。但台湾大学的医学专家也分析讲，生活较艰难的艰苦人、弱势者，致病甲死亡的比例拢比一般人较悬。别日都要针对这寡对象，专门去宣传教育，还佫有加强保护，因为顾全健康本体就是人人平等的权利。武汉肺炎疫情还继续伫咧增加，学者预估9月初6全球确诊的人数会超过2700万人，死亡人数达到89万。学者分析，伫咧疫情期间，因为弱势族群资源无够，无法度摕到医疗用的喙安，或者是卫生教育无够，致使感染率甲死亡率比一般的民众都较悬。亲像美国工厂第一线的工人，大部分是西班牙裔或者是非白人裔，这些工人感染武汉肺炎的比率是达到73%。他被要求社交距离之后，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经济供给。政府呢，被迫呢，有些时候对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就一定要让他们呢回到工作岗位才有工作，那么就会提早解封。那么提早解封呢，就会造成流行的爆发。
事业率也悬，无共款的意见嘛增加。学者建议，若想要降低大流行的机会，应该要针对社经地位较低的弱势族群，互因充分的防护，而且就文化甲语言层面做减载甲宣导。也若无，便若是改进，就会互疫情哪来哪严重。除了甲防疫措施做好，心理层面嘛要兼顾，尤其是过24天的民众，有1/3的人较会出现紧张的情绪，甚至得到创伤后症候群。那么创伤后症候群基本上大概呈现上心理层面的都是比较负面的。他万一14天后回家，他怕还是会感染到别人啊，特别是感染到家人。还有呢，他因为他被隔离了，那邻里啦、亲朋好友了，是不是会有一种比较异样的眼光？为着保障弱势族群的健康平等权，学者认为讲，爱投资较侪资源伫弱势族群社区的医疗院所，也佫有解决失业保险，而且甲弱势族群纳入去社区参与，才会当解决社交孤立，也佫有信息流通无平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来讲，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参议院 Vistcho 议长提头的访问团来到台湾第4天，早起因去参观工业技术研究院，了解针对武汉肺炎新研究出来医疗产品。另外早起外交部嘛公布，规旁访问团头尾已经连续采验第3摆，89个人员同款拢总验无病毒。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团来台湾第4天的行程也排甲正满。随日早起特别去新竹工研院访问，工研院长刘文雄讲，会向访宾展示呼吸器等防疫科技成果，并且希望伫咧治安、AI 等各领域，甲捷克扩大合作。介绍我们各个领域里面比较深入的一些探讨一些研究的题目，讨论那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的一些因应的措施，还有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他们交换意见。我想今天会有希望能够创造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捷克访问团伫台湾走行程，防疫措施采取相关的规格，除了每到一个所在拢会喷酒精消毒，全程也拢挂水烟。连啉真珠年底时阵，水烟也无摕来。而且因也爱采检3遍，外交部伫咧催你讲，捷克访问团第3遍的采检结果伫咧透早出来，全团89个人依然拢是阴性，也就是3采结果拢是阴性。Právě navázání spolupráce v oblasti rozvoje technologií a zejména seznámení se s tím, jakým způsobem jsou technologie potom uváděny do praxe, jak jsou aplikovány, to je jedna z věcí, kdy si myslím, že by se Česká republika od Tajvanu mohla učit. 下到韦德之因，将会升级行政区拜会议长苏贞昌，接国家科技部长吴建中会面。科技部讲，捷克是欧洲的科技发达国家，南方伫咧大气物理、精密机械等部分，拢甲捷克有合作项目。伫美汉将会去国强博物院参观。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蔡英文总统出席军人节，国防部表扬国军模范的活动。讲到近来台湾海峡的局势变化，甚至马英九前总统阁发出一句讲“修建即将建”。蔡总统嘛强调讲，此去无论有甚物款困难，伊拢会和国军徛做伙，同齐守护家园。伊也继续用心，互穿这束军服的官兵，拢总会感觉光荣。总统蔡英文随日参加国防部军人节表扬活动，亲自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全民国防建设贡献奖等169个奖项，也第一遍甲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纳入评选对象，完成对后备战力的重视，对强军这群的文攻武吓。马前总统讲，修建就是将建。蔡总统对国军信心发挥。我要向大家保证，未来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和国军官兵站在一起，共同打拼，守护家园。中华民国国军加油！蔡总统强调，身为三军统帅，照顾国军官兵是伊的责任。4年来，除了推动营舍改建、建道加级，也亲自指导真侪部队。大条的像青人的空军6连队，细条的像南竿守备大队步兵连部3排。台湾的防疫成果也是国军的功劳。无论是化学兵执行消毒任务，护理人员不眠不休照顾病患，又或是后备军人组织参与制作口罩的画面，都是让我们国人印象深刻。对两岸经济紧张，蔡总统重申，国军绝对是一支伫战时会当作战、不论是会当救灾、更替共款的部队。呼吁国人互因支持甲肯定，伊的目标就是互穿军衫的官兵感受到国家的重视，以这套制服为荣。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讲，中国发出消息讲，此去连续3日会伫咧黄海这片海面的南边拍实弹演习，但是有学者咧分析，这款机动主要是伫咧提防美国。另外，中国官方的媒体有报道，美国派舰船走偏乌这线。咱国防部说明讲，若这阵消息是无影，佮有美国也当公布今年度中国军力报告，第面讲会继续卖武器予咱，通确保台湾保疆卫土的实力。中共解放军继续军演，8月25日伫黄海进行实弹射击了后，联合国海事局通报，9月初2到初4，逐工伫咧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只进入公告的连续水域范围。若是伫今年8月2日开始，共军小连续伫咧渤海、黄海、东海甲南海实施军演。出席中美军事对抗热点甲台海安全座谈会，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进坤认为讲，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防卫成分是较悬。你拉到黄海、拉到渤海，这是一个距离台湾这个区域距离最远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沿海嘛。好，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反而比较像是针对美军可能的军事进犯而所从事的防卫作战的一个演训。除了军演，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内容讲，若像美国军舰经过偏乌的水道来通过台海，若是状况是真的，会是对中国的进一步试探。国防部海军司令部针对这个代志表示，美国海军军舰由北向南来行，通过台湾海峡是沿海峡中线通过，台湾是专定监控，报道甲事实是完全无同。而且，就伫咧美国 AIT 甲美两项甲对台军事有关系电报了后，美国国防部佮公布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要甲200页内容指出，台海军力实行，徛伫咧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会继续对台军售来确保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针对这个代志，学者嘛认为讲，是愈来愈清楚美国对台湾安全的保证。美国对我们的安全保证，其实台湾关系法里面也有，所以现在川普总统越来越明确，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如果他又加大对台的军事恫吓，那当然美方也会强化对台的相关军售跟这个安全的防卫。疫情发生以来，美中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嘛影响到台海安全。军事专家吴炳基认为讲，美军就是伫预防中国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嘛讲到美军今年做的就是提早部署，毋过台湾也是爱提关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行政院和外交部做伙公布新款的护照外皮的形体，内容精彩就是用英文写的台湾有大字，若英语的国名是立体改较细，佮拍箍细国徽的圆箍仔行。外交部吴钊燮部长也强调讲，新护照按算明年正月改版，因为内容变动有限，也无增加开销。立法院顶一日通过要提悬护照顶悬台湾的辨识度，行政院甲外交部初二早起召开记者会宣布新版护照封面的模样，重点是变动详细，凸显台湾。英国国名调整呈现的方式，所以甲英语字的台湾放大。若是英国国名 Republic of China 是甲字体减细，改换以细国徽的方式来呈现，甲 China 的元素更加上佳。为了避免我国护照持用者被误认为来自中国，影响我国人旅外权益以及便利性，我们是以现行版本的元素为架构，来凸显台湾，提升及强化辨识度。吴钊燮强调，这项改变是为着避免国际误会。若是新版护照发行的日子，考虑到因的流程甲安全准量，还有通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甲各国政府等等，预计明年1月份来发行，而且以无增加预算的方式来印。这次护照改版是在现有的预算额度之内，不增加额外的费用。我们明年编列的是150万本，那现在看起来根本不会，就是不会到达那个数字，不会到达那个数量。那确切的数量，我们还是要看就是疫情的发展来进行。联署事务局是说明，即卖护照若是伫咧后期以来也是会当使用，毋过民众要提早来换嘛是会使，但是换的规费共款是1300块。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发文表示，期待疫情早一天结束，互大家会当欢喜使用护照出国。若是华航的机身，也是外管美籍使用的计设，敢是要照例办？行政院表示，目前也阁继续伫咧研究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讲，昨警方伫咧新德县德东找到失踪3日对高阳上北迄个少女，主要的嫌疑犯姓罗这对翁某，佫有2个同伴经过讯问，但检察官也甲法院申请讲，被告罗某人牵涉刑法虐幼罪和妨害自由，应当就要受压禁见。这个少女未来安怎样行出心理的创伤，这当阵也是亲人上界关心的事项。警方甲天棚撬开，甲有关少女姓罗的嫌犯抓到。经过3天的时间，高雄失踪少女的案件总算找到人。这嫌犯伫咧侦讯的过程当中，讲话是真保留。警方伫咧因兜找到13公克的4级毒品阿普士他，因为会当互伊放轻松、抗忧郁，而且会当互食的人有爱困的情形，所以这个嫌犯佫加一条毒品罪。罗鲁网3险我们是依刑法的虐幼罪，还有妨碍自由罪以及毒品罪来移送。在车上回来的路程上也没有责怪他，就跟平常时一样，回来家里成员都是保持得很平静，当作没什么事发生，就是反而还更开心。14岁少女的家属除了期待案情会当赶紧查清楚，开学的这段时间，先互少女踮伫咧厝内调息心情。因若少女心灵受到创伤了后的心理辅导，要安怎做伙陪伊行出来，是刷落来一个真大的考验。站在一个情绪支持同理的一个立场，然后就是除了观察孩子情绪状况，那就是能够给他一些同理跟支持这样子。那单纯的指责，有时候会让孩子更退缩，或是更不愿意讲。那当然，如果孩子慢慢情绪上比较平复，就是适时的做一些后续的一些引导。精神科的医师提醒，家长会当尽量鼓励少女讲出伊真正的想法，大部分会寻求网络交友。可能有一寡情感的层面、金钱或者是交朋友的需求，会给予较侪关心，唔通一直甲伊责备。跟孩子说，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应该要相信我啊。然后我年纪比你大，我见过的世面比你多，我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我很有经验，你一定要听我的。他会觉得他是比我大的人，他应该是真的知道比我多。因那类型社福基金会是提醒讲，青少年甲比家己年岁较大的人咧沟通的时阵，较会有认同感。建议父母平常时尽量甲囡仔讨论、甲开讲，嘛要了解囡仔对网络的想法，才会当主动囡仔成做有心人下手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桃园地检署嘛宣布讲，要借用少年家上较有兴趣、岛顶咧耍的牌来培养反毒品的人才，推动这项重要观念。讲到失踪3天的少女这条案，法务部保护司的司长嘛讲，侦查了后，若证实是同罪，就会开始运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来补偿受害者心理、精神各方面的损失。利用少年人爱耍的导游做反毒宣导，桃园地检署甲中社反毒基金会合作，特别开办导游师资培训营，训练各领域人才做反毒教育推广的种子，希望借由游戏把反毒观念推广到学校、群众甲社会。借由在这个桌游的游戏当中，让年轻的朋友们了解，就是说毒品对个人的一个危害的严重，还有各样一个新兴的毒品能够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有所了解伫咧讲到这么大家注意的高阳少女诱骗案，法务部讲目前也阁伫咧进行调查，若判定是同罪，譬如讲被害人死亡、当伤害或者是被性侵，就会启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不管是所谓的遗嘱补偿金、性侵害的补偿金，或者所谓的相关的精神的慰藉，还有所谓的心理咨商等等，我相信犯保法对于被害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的一个机制。法务部也希望青少年对不同的诱拐勇敢讲话。政府方面也会对预防犯罪做全面性宣导，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发生。若若发生不幸，相关司法警察伫检察官指挥下，也会进行必要性的侦查作为，尽量降低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嘛召开记者会，讲警政署进前和 Facebook 这间公司所签的，若是儿童诱拐案件发生，对方会当到发布网络警报这条协议，条件就要搁放较令，才有通发挥作用。另外嘛有民间团体咧提醒讲，真侪网友拢会甲犯案加害当事人资料公布出来，这无定会造成受害者愈大的危险，实在就要斟酌。
高雄14岁的少女失踪3天了后，总算伫咧心德嫌犯因兜找到。面对这类未成年去用诱拐失踪的案件，日后联名指出，105年台湾警政署甲人面册签订安辟警报，便若出现儿童诱拐的事件的时阵，会当透过社群媒体发布警示，甲网友的力量斗找人。不过，启动安辟警报的条件太过严格，4年来拢毋捌启动过。安博警报的通报要件必须要松绑啊，从所谓的绑架勒索扩大到只要儿少遭到诱拐，但也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我们就可以来发布这样的一个协寻的警报。日后联名烦恼讲，还佫有较侪防网络诱拐无防发现的案例。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无满18岁的儿童青少年离开厝邻，106年到108年，每一年拢有超过4000人；因若107年有3900外人，大部分拢是发生伫咧国中的阶段。头一届离开厝的年龄平均是14岁，其中有3成离开厝了后投靠网友。大家一直发布，这个他们那个系统可能就没有那个。会造成那个民众就不相信的狼来的那个效应。我真的很愿意再跟他们来谈谈，是不是可以宽一点、阔一点啊？警政署回应讲，要甲人面册沟通建议，放定安辟警报的标准。另外，不少网友伫案件发生了后，透过网络敲找，比对嫌犯网络的个资，斗找少女的下落。不过，民间团体烦恼讲，透过媒体加强报道加害者的线索，恐惊会违反儿少法69条，嘛会互被害人可能会陷入危险的情境。越来越多就是加害者的资料。然后被曝光在网络上，而这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就将曝光在网络上面的时候，我们极担心就是加害人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无可逃了，而进而对被害者进行就是更激进的手段。另外，嘛有不少案例，伫囡仔登去厝邻了后，再过一届离开厝邻。立委认为讲，应该强化追踪辅导的机制，关怀功能失去平衡的家庭，后手会继续提出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相关的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来讲，8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部长王毅对德国行卡到，这是伊访问欧洲的上尾站。进前，伊和法国、荷兰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会面，话题嘛拢讲较真敏感。伫咧德国这边，记者问起捷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带团访问台湾这条带，王毅的反应嘛大真硬，讲若这款作为是已经超过中国的界线了。我们要告诉捷克的参议长，你过线了。访问欧洲一礼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后一站到德国，甲德国的外长马斯会后责任开记者会，对德国记者质疑中国安插疫情，强推港版国安法，涉嫌伫城乡进行种族清洗，还有台湾的议题，王毅拢有做回应。宣布疫情是需要非常慎重地做出决定的。这40年来啊，从550万增加到了1100万，这个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其他民族的速度。何来种族清洗啊？任何国家都需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啊，为什么香港就不能有呢？中国官员轮流恐吓捷克，王毅伫咧记者会啊当场讲捷克越线。马斯也无伫咧客气，讲不准威胁欧盟的成员。Als Europäer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engem Schulterschluss und wir begegnen unseren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mit Respekt und wir erwarten dasselbe genauso umgekehrt und Drohungen passen dazu nicht. Wir haben 马斯也呼吁中国撤销港版国安法，并且尊重基本法，伫香港落实一国两制，也表达欧盟希望赶紧举行立法会选举。双方伫记者会来回拢无交集。王毅访问欧洲，人行到道，抗议就跌到道。伫咧必然外交部大楼外口，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加德国立党带上百人抗议，现场摇中华民国国旗。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and tough in preserving the democratic values, and I think at least we have to get the direction right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frame it into a dialogue which has never succeeded.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take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saying that we are in a dialogue. 罗冠聪讲，西方世界唔通就是讲会当透过对话和中国民主化。过去几60年来，民主世界拢就是人民若富裕了，自由就会得来。也毋过事实证明，独裁政权正行向反方向。记者综合报道。
统计起来，法国去年一年当有146个女性继续交往的对象起骹动手，伤杀性命。但争取女权的团体嘛批评法国政府对这款问题竟然无能为力，竟然行上街路一字一句画出这受害者的名声，提醒社会唔通袂去得这点不幸的人。画口号希望社会重视这款名，因为因无法度搁再替家己发声。法国女权团体8月30日进行一项特殊活动，因伫巴黎一片墙打126位被杀害女性受害者的名，大部分拢是翁婿、大部朋友或者是前男友加暴力死亡。Avec 111 noms de femmes qui ont été victimes de féminicides internes, c'est-à-dire de féminicides conjugaux, mais aussi 10 noms de travailleuses du sexe qui ont été assassinées, et également le nom de Céleste, qui est une jeune femme de 15 ans qui a été violée et assassinée par un violeur multirécidiviste il y a quelques jours. 反杀戮活动去年8月开始，运动者过去一年一个法国各地打几落百万的口号，其中包括受害者的名加受害过程。就28岁莫连和大部朋友拍死，第28位杀戮受害者是查某要分手，大部就来抬。过一年啊，因登去第一帮受害者大的所在，纪念过去一年不幸受害妇女。 Donc on a décidé de retourner sur ce lieu. On avait déjà fait un premier collage en l'honneur de Salomé, qui est la 100e femme assassinée en 2019, qui a été battue à mort par son conjoint et laissée sous un tas d'ordures. Et on avait collé le jour de son anniversaire. 真侪海报拢互人听到，运动人士搁再甲打起哩，提醒社会这个人无应该被忘记。因批评伫过去一年政府敢若出一支嘴，拢无实际做法。 Qu'il n'y a pas de nouveau budget, qu'il n'y a pas réellement de nouvelles mesures qui permettraient d'endiguer en fait ce massacre. Et encore une fois, on voit que le gouvernement fait des actes de communication mais n'agit pas réellement. Donc ce qui a changé depuis un an, rien. 总统马克宏伫社会压力下，去年9月捌推动一系列打击家暴的措施，包括半管设立受害妇女紧急安置场所，验过效果无好。 根据统计，2019年法国有146位杀戮受害者，比2018年加25人，等于是2天半就一个人被杀害，是西欧国家杀戮命案比率上悬的。记者综合报道。咱话关心国内的消息，讲嘉义县大拿镇的简志伟镇长表示讲，8月初镇内上林社区有规批的外国劳工搬徙入去，虽然有先隔开14天，不过总是惊会造成传染病破拍。 但公所这边决定要甲带点这片社区的镇民全面性检验病毒。不过嘉义县政府是表示讲，若这款做法是违背中央目前的规定，法律嘛无根据。嘉义县大拿镇的上拿社区8月初有大批的移工搬入去做居家检疫，因为社区内底也有外籍学生、甲工业区的劳工。镇长烦恼讲，应该一般的民众住伫同一个社区会有风险。 因为安尼，按算动用第2亿美金500万，替居民做普遍体检。我们已经掌握到有93个入境移工曾经在这个社区型的居家检疫过了。那我不晓得后面还有多少，但是我们只是真的不希望因为这个防疫的漏洞出现在这个大理。镇长烦恼社区的防疫安全，按算体检1000多人，上拿社区800多的居民是优先做体检。 不过，嘉义县卫生局表示，公所若硬要做普遍体检，恐惊会违反防疫的规定，会依法处分。主管机关在中央是属于卫生福利部，那在县市政府当然就是由嘉义县政府来主管这件事情。执意要执行的话，我们还是会依传染病防治法，甚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一个振兴纾困条例，我们会依法来做裁处。 针对这点，大拿镇代表会表示，公所编的预算也未审。不过，既然县政府认为因无按规定来处理，可能嘛无讨论的必要。另外，居民嘛认为普遍体检无意义，佫会造成困扰。伊若要全部普筛，毋着所有的人拢袂使出门，对无？你无你普筛了，大家走来走去，安尼普筛有啥物意义？ 嘉义县长洪州娘嘛表示，普遍体检会造成居民的惊吓，加上若要做普遍体检，可能就要封锁规个庄仔头，等结果出来才会当佫开放，影响是真大。伊表示，目前实在是无这个必要，嘛无需要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 7月4日普渡金纸工厂赶工，无张地煞造成环境的污染。来看台中五车这片民权中排水流倒甲规片红。 环保局稽查大队的人员到现场，才发觉原来是金纸工厂染料泄漏来造成，但已经采样化验，佫会依法处分。
稽查人员到金纸工厂要求即时停工，详细往工厂后壁面甲看，机械四周边拢是红色的染料，甚至个一到边仔排水沟造成污染。后壁全流水来啊！你唔知影流出一后壁，无你后壁看到迄个后壁位顶后壁规个拢红的出来。哦。外口的排水沟规条拢互染甲红，查落到底才知源头就是金纸工厂咧偷排，这是当地主要的排水管道民权中排。在地居民在9月初1发现规条水沟水变红，赶紧通报环保局。业者自称毋是故意偷排，也红色的染料也是食品级的无毒性。有电动着就需要绝对是秒是秒是做重吼，去电动着，每时间买几趟来，是讲做食品的，迄无毒。业者表示，怀疑是染料桶的开关故障才会漏泄。稽查人员现场采样，要检验染料当中有重金属的成分。环保局表明，若确实是重大污染，会照水污防治法来处分。现场除了要求业者要立即那个抽除改善以外那针对那个水体污染的部分我们后续会来研议采最重加重来处分。环保局怀疑，该是最近金纸的需求大增加，工厂赶工一时无注意，初步判定这回漏泄的染料有250入。虽然业者无违规的记录，不过这回污染的范围收宽，要求业者得赶紧清除，而且罚6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台中的消息来讲，五权南路这一间本地2楼半的透天厝，加塔1楼的违章，还佫有头前门。结果人对去年检举甲今年，等甲建设好市府才来勘查。原来就是拆违章的工课确实办袂完，违章当时要拆，实在讲袂出时间表。但厝边头尾嘛讲，莫非这是颠倒头咧鼓励人就爱起违章呢？这间叫人检举的透天厝违建，后壁的铁厝违建，还搁咧施工当中。透天厝大违建的部分，就是在中市五权南路巷仔内底，原本干有2楼，包括起到3楼，后壁嘛超过3层楼的铁厝，拢是违建。排水沟嘛怀疑去互人砍挂封条咧，厝主的朋友出来解说，强调后壁的违建是买厝时都已经存在，新接手的厝主只是整理甲油漆。1、2楼它有申请合法，问题它3楼本身它就是以前就是违建了啊。你讲后边也是？伊就是砍过呢。厝边表示，违建的部分确实存在20-30年，但是地方政府无积极的作为，等于是变相来鼓励违建。政府就在鼓励了啊，你又不拆，对不对？太多了啦，拆不完，只要不要妨碍到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根据台中市都发局的资料，检举已经开始伫去年5月到今年3月连续检举这间违建，嘛派员来稽查，但是只会人针对施工中的违章，马上要求来拆除。但是已经完工的违建是属第3甲第4顺位的违章，嫌怕无马上的公共危险，必须来白拆。就是还没拆除的案件，在台中市现在是92000多件嘛，到目前为止，到公共安全的案件会拿来做一个专案还是优先然后这一案是不是有涉及到公共安全？可能这个东西还在做实务上还是个案上做一个检讨。目前台中市有9万外件违章建筑要白拆，平均执行一件违章建筑拆除要10工作天。像五权南路这间透天厝，有老的违建嘛，有新的违建拢已经完工，什么时阵办就拆除？都发局无法度提出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比较6都准公共化幼儿园近来2档违规的记录，发觉讲学费灌水、加收学生，还佫有资格无好的乌牌老师，这个问题满是。特别是桃园市违规的情形上较严重，达到30%以。最大的太阳第1名是黑牌老师嘛，也就是说不具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老师担任那这个跟准公共化当时的一个想法是大相径庭的。第二个是超收，那超收就代表他的学生数很多，那这样对于这个优质的部分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全高中这边公布6都准公共化幼儿园过去的违规的记录的比例，发觉有1成到3成无合格。认为政府就要针对准公共化幼儿园的管制加强严格，因也呼吁政府针对准公共化幼儿园的稽查制度，应该比较非营利幼儿园，特别就要搁提高每1年真正的公共幼儿园的数量，才会当让家长安心将囡仔送对幼儿园去。
讲到幼囡仔的代志，咱来讲即几日咧是国中、国校当伫咧开学。啊，毋过新德县花山乡因为路头调远，乡内也无工课做，学生囡仔人数是愈来愈少。尤其内湾国小今年是完全拢无甲一个1年的新生来入学。内湾老街假日总是客满观光客甲摊商，啊，毋过伫离老街无远的内湾国小，今年开学却传出无1年的学生入学，互家长感叹当地人口外流实在严重。应该人数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照学期来看，结果是没有。结果有。当然，我们还是鼓励我们年轻的家长多生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学校都是少子化了哈，这个部分哈真的是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啦。内湾国小校长表示，除了人口老化甲少子化严重以外，其实甲今年入学学生轮到生小受抓甲爬，当年出世的人口较少也有关系。大部分剩下都是老人家，然后他们就是很多的店家，他们可能就是出租。都没有住在这边，就对了。这边大部分都是游客，都是老人家住在这里比较多，人数很少。可是我们还是用最好的教学品质，来照顾每一个孩子。新德县花山乡20年前人口原本有16000多人，现在剩12700人左右，人口老化是全新德县第2名。其中内湾国小全校也只剩30几个学生，少子化甲偏乡资源少的问题，恐惊是上大原因之一。记者张君豪新德报道。近来花莲在地民众嘛发觉讲，亚洲水泥的矿场伫咧东北边山边遮，雄雄的现一大片出来。尤其山顶啊，常常有土石规港倒落来，因为这搭拄好是亚洲水泥沉山地的山沟。这民众嘛烦恼讲，若是排水互石啊塌起来，山下部落当要如何是好？但是这张阿年矿场的相片，伫咧网络顶悬引起风波，因为矿场东北角的山架真明显是欠一角，而且一点仔事物都无。亲身来矿场下骹的部落，嘛会当看到山顶一直有风吹影影，拄对岸的山看过来，也可会当看到施工当中的怪手，有当时也可会甲土石倒落来。它的施工绝对有问题。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刚往上一看，结果就是一大堆的粉尘。远看好像很小堆，可是我相信台语这边到废土。针对这个代志，阿尼表示，这个所在原本就是无实物的大理石地形，所以改规划做矿区的地防沉沙山沟。落落来土石是因为山顶正在进行钢带作业，清理边坡的时阵，无细致落落来幼石啊，唔是挑工要倒。怪手在挖的时候，它边坡上面的那个地粉因为天气太干燥，它就那个岩屑滑下来，所以在坡面上会扬起那个一些粉尘。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工作在10点半的时候就停了。毋过山脚的居民也是真烦恼，若是地方沉沙山沟去互即寡幼石仔囤甜啊，若是发生大水雨还是风台，水是要流去倒。之后就是能够预防一些水患的问题，能够确保部落安全，但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天把角落那地方用一些石头往里面倒的话，自洪池的功能丧失掉了。阿尼强调讲，落落来土石会定期来清，袂去影响到排水。村民对阿尼的讲法也是有质疑，希望讲开放第三单位的专家学者实地来勘查，而且已经向阿尼申请2届，但是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交通部伫咧台北、新北、桃园、甲台中已经开始试办通用计程车的服务，民众会当经过爱接送 APP 就去预约有设无障碍设施的计程车，即时上线了。有袂少身体较不便的民众拢讲过去护空巴士拢得爱用抢的，嘛望这边的通用计程车会当设落较普遍，出门也通愈方便。坐伫轮椅顶悬，会当直接透过客程车后壁电动升降平台豆豆啊上车。客程车司机会协助乘客，把轮椅的4个链仔拢固定好，再个倒3工下安全带。车内底嘛有陪伴椅的空间，做伙出门的亲人就会当坐伫身躯边。我自己是有2个小朋友嘛，太太也是轮椅使用者，我们就可以全家一起坐这样子一台车出来。司机肖先生因为因后生嘛是心障碍人士，所以家己去车队通用客程车的服务。伊讲伫咧高龄化的社会之下，通用客程车的需求确实有增加，尤其是拜1甲拜6礼拜是真侪4大人会诊的高峰。交通部运输研究院顶一日伫咧双北、桃园啊，有台中试办了后，有真侪使用者申请。自今仔开始，4道服务正式上线，且有150台通用客程车会当提供民众透过网络 App 来预约。购车的补助我们会来持续那有关于相关的服务针对使用者在预算经费
上面给予更大的支持。交通部坦白讲，目前通用客运车的数量仅占4度客运车总量的1%，服务的量能是真有限，而且通用客运车收费是甲一般客运车同款，但是车辆的保养甲买车的成本拢较悬。未来要安怎透过提悬补助去因司机加入，卖甲车队和地方政府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的柯淑华议员接到家长来陈情，讲家己14岁查某囝10岁时，就去国小内底一个老师追求，2人已经交往5冬。因为这个老师暂时还未去互查到和查某学生有发生关系，校方暂时甲伊停职，负有对嘛以妨害性自主函上。他是你5年级的时候就追你了？4年级。4年级就追你啊？对。你这几年总共去那个房子有去了几次？我5月就去了4次。14岁虽然查某囝有大部朋友，这人竟然是查某囝小学时阵的老师，而且做伙5年啊，做老爸无法度接受老师竟然安尼做。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你可以在外面公共场所，在很多地方，你何必一定要租个房子，另外租个房子，而且租了4年了，学校没有人知道，家长不知道。做老爸讲，男是7个岁，大汉查某囝发现锁匙，细汉查某囝讲是大部朋友因厝内的，也唔知影这件代志，向学校通报了。虽然暂时甲老师停评，不过也依照妨碍性自主函上。但是这位老师连续到因厝内甲查某囝读的各种资料，无做行刑，只好找议员陈情。有未成年人呢，有脱离所谓的这样的监护权人的一个所谓的监护的状况下，而构成所谓的合诱罪，甚至所谓的略诱罪的情形。我相信跟你告白，告白了以后，再加上他是老师，有他的权威性，告白了以后就以为他们是叫做男女朋友，所以呢，我可以对这个小女生所谓的为所欲为都无所谓。这个老师怎么伫咧外口细数，不时会带查某囝去外湾吃耍，也毋过无过案。做老爸甲议员批评，这个老师知影法律的前方，而且查某囝怎么身心受到正大压力，也惊讲会有更加侪受害者。议员要求，伫后礼拜的性平会，随甲老师改评，并且做小组调查，是毋是还有其他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经济冲击，弱势者的处境更加艰难。过去咧亚洲都未算的多。较困难的所在，遐未成年的查某囡仔，被逼着爱做人的新妇啊，因人的婚姻来交换家庭的收入。过去国际上也有真侪组织拍拼要减少这款囡仔婚姻的现象，但即阵煞有可能有讲拍无落，前功尽弃了。18岁的李啊，顶个月伫爸母的安排之下结婚啊。这波疫情，互散车人是变甲更较艰苦。真侪比李啊更较少年的查某囡仔，都爱为着原生家庭，无几岁就互逼结婚，假做自动婚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每一年差不多有1200万的查某囡仔，伫18岁以前就结婚。伫亚洲真侪传统社区，包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甲越南，儿童婚姻是真普遍。这几年，几个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之下，鼓励女性接受教育，而且提供妇女医疗服务。儿童婚姻的现象有开始减少，不过因为疫情带来经济冲击，大规模失业，相关的问题若无法度解决，敢奈何更较侪查某囡仔无几岁就加入婚姻。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亚洲地区的相关组织最近已经收到大量儿童婚姻案件的通报，维权人士烦恼讲，英国拍拼会亲像蠓仔顶牛角共款无采工，甚至预估未来10年儿童婚姻恐惊会阁增加1300万件。Ketika misalnya dia lulus SD, tidak ada kegiatan yang lain, ya salah satunya adalah lari kepada perkawinan anak karena sekolah jauh dan sebagainya. Dan bagi keluarga miskin, seringkali bahwa perkawinan anak adalah satu solusi ya untuk meringankan beban orang tua. Dan mereka kadang-kadang nggak peduli siapa calonnya. 抢救儿童而且警告，对少年的查某囡仔用暴力，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的族群，强迫因结婚，恐惊是比病毒本身的威胁还阁较大。另外，教育是避免儿童婚姻的关键。不过，伫疫情封锁的期间，学校关起来，几啊亿的少年查某囡仔唔免去学校读册。专家烦恼讲，青春期的学生对性是感觉真好奇，若发生关系有心，尾手敢若会当提早结婚，变做另外一种儿童的婚姻。印尼家庭机构警告，印尼的人口已经2.7亿，明年恐惊会有另外一波儿童婚姻的红影出世。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看屏东县国立内部龙岗的二队才成立1冬外，头一摆参加比赛，就以结合原住民特色的服装、唱法甲脚步，吸引众人的眼光，也得到台南市议会主办学生二队交流竞赛冠军。
脚步整齐，称法熟练，屏东内部龙岗的鱼队一定高中生，因为清茶有带原住民的特色，所以一出场就真声人目。像这个肩带啊，我是直接把我们原住民艺能学程有一批报废的一些服装，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个服装部分可能也可以加以应用。内部龙岗因为有真侪原住民的同学，除了有原住民风格的鱼队服装，表演内容嘛结合原住民出征的动作。虽然鱼队才拄成立一档外，训练真忝又阁辛苦，这寡学生所要欢喜做，甘愿受。我一开始只是想要进来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就吃这个兴趣音乐，然后后面就慢慢练枪啊，然后练到有感觉。内部龙岗的鱼队也利用充满在地特色的精彩表演，头摆比赛就伫台南市议会主办的学生鱼队交流竞赛摕到冠军，让学生感觉意外又阁骄傲。很多人会因为说我加入一队，觉得我很棒，我很就是有那个怎么讲，就是成就感吗？对，成就感。学生也讲，利用课外时间参加鱼队，唔但会使培养应有心，嘛互家己有舞台通表现。未来就当用这款自信甲坚持的态度，完成万项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伫咧开学进前4天才下令讲，各中各校的文学、政治甲历史课程，全面拢都要对蒙古文改做用中文汉语去教学，这也引起学生甲家长强烈的反对甲抵制，估计有上万人行上街路抗议。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外交部大门头前，8月30日有10几位示威者拿着直写的传统蒙古文抗议标牌。表达对内蒙古族人反对中文汉语教学的支持。抗议标语写着：反对中国的压迫政策，莫放弃咱的领土，阮支持内蒙兄弟保护家己的文化。Тэр олон одоо түмэн хүн донд цөөхөн байгаа тэр бидний ахын дүүс өнөөдөр яаж мундаг тэмцэж байна. Тэднийг одоо бид нар үнэхээр одоо хайрлж дэмжихээс өөр аргагүй. Магадгүй тэр хүмүүс маань аюул толгорохыг гэхээс үнэхээр хайж байна. Гэхдээ тэгүүлэхгүй төлөө одоо ахын дүүс чинь энд байгаа шүү гэж хэлмээр байна. 以前拢正常发生街头暴动嘅内蒙古，这几天真无平静，有几个城市上千上万的家长甲学生，伫咧大批公安的主动下，伫咧街头进行示威，也有真侪民众以签名联署的方式表达因对新课程的不满。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үчиг өөрөө нэгдсэн үндэсний байгууллагад орсон биш байхгүй Монгол туурахтна гэж орсон байдаг. Тэгэхээр энэ утгаараач тэр өвөр монголчууд бол цаашдаа бас одоо энэ юуны дархлаа ер нь Монгол угсаатны дархлаагаа бас сор ганц хамгаалж удаж байгаа учраас энэ талаараа олон улсын давцанд гаргаж олон улсад цаашдаа бас энэ байр суурь эзлээсэй гэж хүсэж байгаа. 中国当局警告内蒙古人，莫透过社群媒体发声，传到微博、推特的反汉语教学活动的相关影片。 也拢全部拢被刷掉。内蒙的奈曼齐一间学校的职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学校一学期一般拢有1000多名学生，即马只敢若40名学生来注册，实际入学的只敢若10个人。学校已经派老师去家庭访问，说服家长甲囡仔送去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印象，忍者的文化历史真悠久。 各有证人拢认定这是忍者的故乡，这个伊号这个所在。伫咧2017年也成立全世界头一座忍者研究中心，佮开出忍者忍术的硕士班。今年也已经颁发头一个忍者硕士了。拍伫榻榻米向头前爬过去，佮抽出插刀，向攻击对手。忍者实施三条原因，佮计实施一堆的教学，互未少介意忍者文化外国学生来遮学习。武器も使ってもいい。 敵の体を使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ことで、何でも使ってとにかく生き延びるというリアリティさとか自由さとかフレキシビリティさとかいうのを非常に学びましたんで。三桥元一今年45岁，伫读高中的时阵，就学过功夫甲少林功法。大学时阵是专门研究农村开发。去南美洲甲非洲的时阵，捌拄到攻击事件，后对到26岁，就决定要来学防身术，好好保护家己，才去接触到忍术。伊賀に移住してしまって農業すれば、実地の自分の農業体験と自分の稽古とあとはアカデミズムが。
三桥园医自2018年开始伫研究所读饮食实术课程，哪上课哪开道场教饮术，佮家己种菜种米，经营民宿来饲家己。嘛伫今年毕业，成为了日本第1位饮食实术。同时，伊嘛甲安尼学习观念传互伊的学生。I would say that it's not the training itself, but rather the way of life and the farming that made the most difference for me. 对着三桥生活方式，饮食研究所教授山田裕二是真学乐。嘛强调讲，课程当中学习的是饮食相关的文化，毋是要学生变做是饮食。目前三桥阁利用线顶的课程继续伫咧读饮食补习班，希望讲会使结合饮食生活方式推广到地区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伫咧日本东南边的海面，第10号的风台海神已经形成，方向会暗对日本。伫咧这个礼拜四上届接近台湾，不过应当是无直接的影响。今日天气因为透西南风，中南部有的地头会落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南部是较会有大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6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奥普。倒乌渡，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甲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
小敬意，和好兄弟有食够了。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啊，底清水，边啊放纱文、面布、起面、起膏、螺啊，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啊，人讲有一寡代志吼，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啊，伫7月会掠交替，啊，台湾的海边啊，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啊，搁有唔通考试啊，听讲考试啊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啊。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考试啊。7月半鸭，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啊，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